后来最近到菜市仔买菜，竟然发现这个葱啊比肉要搁较贵，安尼随便摕2支葱啊都要30块。摊商讲，今年的7、8月啊，雨水多，葱啊田来浸水，这个葱啊少继续就飙悬，价格上悬飙到1公斤206块。营养师讲，葱啊若伤贵，买袂落手，会当改买蒜啊、蒜头甲葱头，同款拢真营养，嘛会当代替葱啊来料理菜色。去菜市买菜，斤斤计较是一定爱，尤其是青葱，凊彩摕2支啊，称看卖。2支葱啊，都爱30，一大斤爱100外块。100就较贵啦吼。较贵一撮啊。比肉较贵。对哦，这阵啊拢安尼哦。对啊，很久了。来看今年7月14，这青葱批发新高价，第1公斤25块人。2个月了后，9月29起到1公斤是206块4角。在6月初9咧，价小有落，但是1公斤嘛爱130块半。7、8月的时候一直下雨，然后它又涨到了快200块那边。青葱的价小悬，但真侪人炒菜也是爱加一味，伊的营养悬。葱具有维他命 C、钙质跟膳食纤维的一个营养成分，其中的微量元素硒呢，也可以帮助促进食欲。葱的好处真多，当消除疲劳、提升免疫力、预防感冒、降低胆固醇。葱仔饼也会当杀菌消炎，帮助消化。营养师嘛建议，葱的价小伤贵，会使改用蒜头、葱头来代替，同款是营养丰富。